是肉还是弟弟照？是肉跟我以为弟弟行诶。哦，是啊。好。不用跑。谢谢。喂喂喂，1、2、1、2、3。你麦克风有吗？有，已经开了，我刚好试。
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！咱搁一摆伫教会相见面，咱要斗阵同心来敬拜上帝。咱要做礼拜的大圣，咱先来串联信息14首，14首的所在，咱看第2节，14首第2节的同尾，第2节的同尾，何时能到迄位？来，第时会到迄地，第时会到迄地。第2节的同尾字，第时会到迄地。那给我拢叫做互我，那写给我就是互我，吼啊因。好，咱搁来看一个所在，黑英文第2篇。K 英文第2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第7，黑角音的数，好，黑角音的数会记住咯，啊，迄个。搁一个所在，迄个掀过来，掀过来迄呀，掀过来迄个，各伊要讲喙，因亲像烧灰人的灰气，要讲喙因。亲像烧灰人的灰气，好，好，再来同尾字，烦恼我可以的烦恼，咱拢会讲见呐，啊，即马是烦恼我可以的，好，咱掀开信息14首，会记着第2节是第时会到迄地。咱唱第1节、第2节。来，那落地的草，吹带啉溪水，我心。上帝所带迄位第2节，我的心心吹打，希望尽我上帝爱在伊面前徛，第时会到迄地。好，来看信息331首。我做基督精兵，咱咧唱的时阵爱真有精神哦。咱是基督的精兵。我做基督精兵，要好大精进。开着小心境，望看无爱意，世界甲歹杀尽，唔通失惊心，叫做赞我有名，好我为的心，求主是大管理。看我无是天，叫做带我向前，到永远天地。咱练习到这，请咱闭慢心，做今仔日的敬拜。
日邦写书宣花，正八是写书过无空空的事。世上的君王徛起来，将官兵的三角议论，要抵敌耶和华，也抵敌伊的受抹油的，讲咱着踹断伊的捆绑。吟诗信诗第14首，那路得直直走，请会众起立。咱犹安徛日来读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14日死，埋葬罗因府。第三日，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打坐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兵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，请坐。启应文第2篇，我来启，请大家来引。日邦写书宣花，世上的君王徛起来，要抵敌耶和华。讲，咱着踹断伊的捆绑。坐伫天顶的要笑，迄时伊要伫伊的乐器中来对伊讲。主讲，我已经设立我的王，我要传圣旨。你是我的囝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邦互你做基业。你要用铁拐拍破伊，打恁列王就有智慧。
着用敬畏来服侍耶和华，着用喙真信囝，因为伊的受气要紧紧发出。咱共心来祈祷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每一届读你的话，阮的心拢何等的喜乐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伫今仔即个世代所面临的挑战、征战中，互阮共款是靠着坚固的信心，照着祈祷甲具体的行动，以及谨慎的态度甲生活，来回应所有受敌伫阮身躯的诡计甲工课。主啊，毋管受敌安怎猖狂，安怎毋肯放弃阮，互阮内底靠着有你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，魔鬼就离开阮来走了。主啊，祝福保守你的教会有搁较侪人，互你兴起，同齐来祈祷，同齐来参与，同齐来从事这个伟大的建造。愿你的旨意成就伫阮中间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。阿免。学老，信歌队所要无老的诗歌是《弥赛亚圣词会来》。
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尼希米记第4章第10节到12节、14节、16节到20节。我遮来读。毋过犹太人讲，做工的人气力真，石头土沙规大堆，城墙完工到何时？阮的对敌阁讲，趁因毋知、看袂着的时，咱入去因中间，杀死因，互因的工程停止。遐个住伫对敌附近的犹太人，一遍搁一遍甲阮警告，讲对敌会对逐所在来攻击恁。14节，我顺势了，就起来对贵族、官长甲其他的人民讲，毋免惊因，就会记得主是至大通敬畏的上帝，就为着恁的同胞、恁的囝、查某囝、恁的某、恁的厝体交战。16节，对迄日起，我的部下一半的人做工，一半野手摕盾牌、野弓、穿战甲。官长拢全力支持遐个重建城墙的犹太正人。担物件的，一手做工，一手举武器。建造的人，逐个歹刀拢照常工课。分纳巴的伫我的身边，我甲遮个贵族、官长甲其他的人民讲，即个工程真大，咱伫城墙顶分开真远，恁无论伫倒位听到喇叭的声，就随时自觉来阮遮。咱的上帝要为咱交战。讲道，意格牧师讲道的题目是一手做工，一手举武器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听世间人心事耶稣基督。伫你听候主国再来的日，愿你帮助阮，帮助阮陪伴阮的心思意念，帮助阮搁较警醒，帮助阮知影阮诚做基督徒，阮的使命是甚物。阮透过你今仔日的话，搁一遍来坚固阮。阮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在座拢有淡薄仔年纪，咱检采讲有想过咱的性命到底是甚物？咱人的一生到底搁是咧追求甚物？咱人常常伫有限的性命中间，咱不断想要追求做，想要完成的目标去行。但是到一个地步，到一个坎站，咱知影咱人的气力真正是有限。虽然咱人的气力常常是有限，甚至咱知影咱人的一生面对真多的挑战，但是人还是想要回应内心上深迄个所在，迄个呼召。咱要踏出咱安全的所在，勇敢去冒险，完成上帝对咱的呼召。时间真紧，2025年剩最后一个月。牧师毋知影你今年所设定的目标，检采有完成？要去几个国家佚佗，哇，克罗埃西亚，拢有完成。我一个问法就是，咱对今年上帝予你的积分，是基督徒这个积分，还是咱中级团契会长这个积分？咱有尽忠无？咱有尽忠无？还是上帝予你伫生命中间看到某一款物件，以及人的需要，你为了这个代志，你祈祷，是毋是你暗嘛付出你来关心这个代志？上帝伫每一个时代，拢你呼召遐个愿意，将上帝国放伫心内的人。
互因有负担，愿意承担上帝交托的任务。咱对咱的始祖，咱一寡亚伯拉罕、约瑟、摩西、约书亚、大卫、所罗门王，因回应呼召，完成一寡真艰难的任务。因的故事，互这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上帝的囝儿有深大的盼望。今日的经文背景是，主角是尼希米，伊伫巴比伦中大的犹太人。我咱遮嘛有真侪因爸爸可能是对大陆过来，但是你是伫遮出世，中大的台湾人意思同款。尼希米伫巴比伦出山，中大犹太人。伊担任州政这个官位，州政这个官位是真大的官位。伊甲伊的故乡，伊性命的君耶路撒冷，并无连结做伙。伊万不去过，但是上帝从早就将呼召的种子刻入尼希米的内心。伊等待发芽结果子的时间。其实上帝嘛正呼召咱每一个人的种子放伫咱的心内。就伫以斯拉登去耶路撒冷12年的时间，尼希米有一摆的时间，伊听到耶路撒冷的情形，记在尼希米记第1章第30，无出来读一下。因甲我讲，就是对耶路撒冷转来的人在伊讲。遐流亡倒转去的人，伫犹大省遐拄着大的灾难，因受忍辱，搁耶路撒冷的城墙受拆毁，城门互火烧去。尼希米知影故乡的情形，靠几啊工，然后祈祷伊的上帝。这是尼希米伊呼召关键的时阵，上帝按照伊的心思意念。开始要呼召尼希米，要来完成耶路撒冷起造城墙，甲一连串宗教顶面的改革。尼希米是第3批受呼召转来耶路撒冷，等伊转来到耶路撒冷，看到已经火化的城墙，互烧去的城门，伊开始组织百姓。来起造工程，但是咱知影，这个工程真大，搁特别困难起造。过程的中间，因受对着冷嘲热讽甲攻击。这时的百姓会知讲是身心俱疲，因想要放弃啊。对着甚至威胁要拄起造工程的人，要杀死，甚至因大的躯体的人要攻击。咱做伙来读。记在今仔日的经文第10甲12节，今仔日的经文第10甲12节就记在因拄着的问题。咱做伙来读来请。毋过犹太人讲，做工的人溃力尽，石头土沙规大堆，城墙完工到啥时？阮会对着佮讲，但因毋知，看袂到的时。咱入去因中间，杀死因，互因的工程停止。遐个带伫对着附近的犹太人，一遍搁一遍甲阮警告讲，对着会对逐所在来攻击恁。咱今日读的这个经文这个台语是现代的台语啦，所以大家可能会较听有淡薄其实，当咱受竞选真做基督徒迄天开始，咱就不断地起造迄条看袂到属灵的城墙。咱回想咱起初，嘛是充满信心、较热情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。咱才有起工，尽忠职守，起造城墙，将一块一块砖搭起来。
但是毋知影当时偌久的时间，咱开始一拄着大风、大雨，甚至风台天出现的时阵，咱火热的心就开始渐渐无去。因为现实追求信仰，总是需要付出真大的代价。就好像就这群登去耶路撒冷起诉城墙的人，当对敌攻击来需要因做选择，对敌来的时阵，因来做选择，是要坚持落去，还是要放弃？这个世界目的的生活嘛，吸引咱有真大，常常互咱的心头拢抓袂在。到底咱是要按照上帝对咱的呼召来活，还是咱爱照咱肉体以外选择来活？当你想的这个同时，咱已经无亲像过去全然倚靠上帝恩典的活，咱渐渐靠咱的血气、咱的肉体去服侍教会。伫个服侍过程有真多的困难，服侍咱的日程渐渐减少，咱甲兄弟姊妹合作，三不五时啊，拢会出现啦埋怨，常做较多，常做较少，甚至服侍过程中间有冲突。信仰唔当常时变成例行的公事。信仰变成是你礼拜天或者你的例行的公事，交差了事就可以。咱知影即摆最教会陷入安尼极大信仰危机的顶面，信仰真做是一个宗教，好像咱初一15要去拜拜烧香同款。其实自古到现在，上帝呼召的服侍，上帝呼召的事工，拢是无简单，甚至大部分拢是爱受苦。咱看咱百万年来最的宣教师来台湾传福音，哪少一个无真苦？马街传福音的时阵，互人破破粉，一宣永远互破粉，厝互烧掉。因为受呼召本身就是一个改变，咱可能你拜拜无一定要先改变，咱可能平时拜妈祖，咱即摆拜关公啦，咱是跟他烧香、添油钱安尼就好。但是咱诚做基督徒受呼召本身就是爱改变，咱开始爱改变，咱开始面对地理、离开的所在文化。咱的社交等等会改变，我唔知影大家有哪经验无？咱对唔是基督徒，诚做基督徒，唔是遮简单的。以无事来讲，原本阮的公司初一15，我嘛做因爱做一来拜拜。啊，因是爱去中和红炉底遐拜土地公。但是当我诚做基督徒的时阵，我参与变唔是同一国的。一礼拜时，我无搁咧参与，甚至生活的方式，咱嘛开始咧改变。咱开始凡事为基督，咱遐大会改变的生活。但是因搁讲的嘛是要为了家己。尼希米，伊原本伫这个波斯皇宫有安稳的生活，伊享受荣华富贵。如今，伊来到这个五谷落伍、搁垃圾、搁乱的耶路撒冷，搁看到伊的同胞、犹太同胞过着世俗化的生活，搁有真侪对敌要对伊攻击。就是尼希米的内心一定是百感交集啊！无算毋知伊安尼想袂？为什么好好我要转来耶路撒冷创什么？我唔知影咱兄弟姊妹有安尼想无？生活好好，为什么要来信这个教？为什么要来信基督教？
兄弟姊妹，如果咱用一般的眼光来看，咱眼前拄到的环境，那犹太人如今啊，因拄到双边的危险，什么危险？本身的危险，啊个啦，因亲人的危险，因为对峙在因恐吓，这是因内心内充满软弱、悲观、惊吓、灰心。写首工程的起造，会使讲是真困难啊！敢是无可能完成的任务，放弃吧。有时真侪兄弟姊妹对教会失去希望，离开教会，那教会吵吵闹闹，比外口更加严重，放弃吧。但是咱看尼希米，伊无安尼想。伊真清楚上帝对伊的呼召，咱做伙来读今日的经文14节。咱慢慢来读吼，咱做伙来读来请。我顺势了，就起来对贵族、官长甲其他的人民讲，唔免惊伊，就会记得主是迄大通惊畏的上帝。要为着恁的同胞、恁的囝、查某囝、恁的某、恁的厝体交战。兄弟姊妹，你久长起做迄条看袂到属灵声声响的旅程，咱常常是一头热、一股脑，咱袂记呼召咱做工的主上帝。咱袂记上帝，较是呼召咱的主人。咱常常袂记咧嘛，咱将咱家己当作是咱的主人。我们反客为主，咱常常去做声响的重担，放伫咱家己的身上。教会的事工、生活的重担，常常底互咱喘袂来。尼希米拄着危险的时阵，24节讲，伊顺一下，伊停落来，伊祈祷，伊求上帝来帮助。尼希米呼吁众人将眼光转到上帝的身上。咱常常将眼光放伫咱家己的身上。咱常常将困难，咱看你员工从看你困难的所在，教会这个拄着这个事工的困难的所在，咱看到这个人，咱无欢喜伊的所在，咱看到危机，咱看到这个危机，咱看到最对敌对咱的攻击，咱的眼光，即摆咱拢看伫咱家己的软弱、的需要，但是尼希米呼吁咱，伊才能讲。上帝呼召咱，上帝负责。上帝的确为咱的苦难，咱拄着的对敌，咱来真正。尼希米讲啦，唔免惊，唔免惊。兄弟姊妹，当咱陷入困境的时阵，咱会记得上帝对咱的应允，记得上帝过去对咱的恩典。有时咱对有困难的时阵，咱拢袂记的，咱袂记上帝。虽然咱是基督徒，但是咱应该袂记耶稣啊。常常有兄弟姊妹，你问讲啊，牧师啊，拄着要走，啊，我愈着求上帝，求耶稣在你帮忙。牧师嘛无办法。咱会记得上帝是如何带咱经过死荫的山谷。当咱会记得主上帝的时阵，唔免惊。安尼的明白，安尼的确信，会帮助咱原本已经失去方向的性命，互咱重新摕到目标。忽然间，咱能起死个，你都唔知有开咧个。原来咱唔是家己一个呢，你对抗咱的对敌啦。咱身躯艰苦啊，要死啊，困袂去。咱会记诶，上帝教咱做伙艰苦，毋是咱家己一个咧艰苦啊尔。有上帝教咱伫的时阵，
咱知影上帝对咱开路。原本咱的生命中已经火起灯火，咱嘛渐渐佫光起来。原本咱生命中已经冷去的手甲骹，佫臃肿起来。一切拢因为有主，唔免惊，唔免惊。咱即站嘛，为了咱真侪哩身躯病痛、大枕头的，在兄弟姊妹你祈祷。每一个看，拢是爱靠主上帝，毋是靠医生。医生讲出来话拢无真有把握。感谢主，咱看咱老人也出院，拜四春之节也出院，拜五顶礼拜五早明也出院。咱阁做伙来看今仔日另外一段经文，记载哩经文16节到17节。经文16节到17节，咱做伙来读来，请对迄日起，我的部下一半的人做工，一半也唱，提盾牌、也弓、清剑甲，官长拢全力支持写的中近商城的犹太证人，一手做工，一手也武器。到遮，咱先读到遮吼。17节讲，一手做工，一手也武器。咱的信仰的路程是一条属灵的真线，这个属灵的真线是看袂到的。信神做工，魔鬼嘛做工。当咱咧去做城墙的时阵，咱将这个一地一地砖贴起的时阵，当咱咧享受迄个城墙安尼慢慢啊起好的迄个中间。当咱咧享受伫教会团契中的美好，当咱咧享受上帝对咱家庭祝福满满的时阵，就是当咱无够警醒的时阵，咱一无注意的时阵，魔鬼就是无咱想袂到的时间点，对逐所在来攻击咱，互咱去做的城墙有破空，伊会攻击咱上在意的、咱上看重的迄个人。我会记得志梅牧师受呼召去读神学院的时阵，子爱对细汉就开始一个健康宝宝，喊咧破病9个月。9个月就交阮去耶路撒冷9个月，伊对细汉开始拢是全母奶，他没有喝过一奶瓶都没有。一个妈妈对一个查某囝，一个这幼婴啊，伊的心是上大的。但是当志梅牧师呼召去读神学院，魔鬼就攻击伊，伊家己身躯无爽快，家己去马街病院住院。伊咧住院中间，志梅牧师嘛爱去神学院报道，迄是真无简单。当咱无警醒，还是当咱咧做工的时阵，魔鬼会攻击咱上在意的人，啊攻击咱上在意的代志，攻击咱上在意想要掠条的迄个物件，甚至诱咱，互咱对信仰麻痹，失去信心，甚至失去对上帝的敬畏。兄弟姊妹，跟这耶稣基督就是世人的时间，咱的确爱回应上帝的呼召来做工，为主真正好的真殿。这嘛是成做基督徒一世人的使命，但是咱嘛爱为了咱的使命备办武器，咱武器爱准备好，咱才有法度来对抗对敌的，会对咱的攻击。咱需要啦，咱需要一手做工。咱需要嘛，一手也是武器。这个武器啊，武器就是全能信心的服装啊，是信心的宝剑，是上帝的话啊。兄弟姊妹，这个武器袂雄雄走来你的身躯边的，
这个武器就是咱日常的中华，咱来读圣经，咱来祈祷，咱来灵修操练咱的武器。这是你帮助咱实在咱的上帝啊！外口你拜拜，人一年一定要知影妈祖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一年要知影关公是发生什么代志。这个庙什么代志？咱看真侪人经过一个庙就拜拜，伊敢有知影去了解代志？但是咱的信仰是无共款的，咱要知影明白，咱要明白咱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。咱嘛需要第一的奉献、委身服侍，彼此相听中间操练咱的武器。信仰也是无行动，就是纸上谈兵啦。信仰就是爱有行动甲实践。咱第一个奉献的顶面，委身服侍，彼此相听中间来经历上帝，真正是我的上帝啊！咱袂使今仔留伫这个地上，咱明白上帝，咱爱伫咱的生命中间，真正陪伴这个兄弟姊妹经过苦难，透过上帝搁徛起来，咱来经历，咱嘛需要你听，信仰听团队来听。吞忍、顺服、谦卑，真正爱伫听候的中间来操练咱的武器啊！有时咱身躯真艰苦的时阵，你暗时艰苦的时阵，咱会惊唔天光，我要来看医生。但是如咱想要讲较早天光的时阵，迄个暗暝就是有够长的，一困1点、2点、2点半，那天还袂光呢。咱来信仰来操练听候的武器，因为咱生活无可能每天拢是好日子。我们的信仰也不可能随心所欲，反正咱信仰常常是流目屎的时间较多啊，敢毋是？兄弟姊妹，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信仰嘛是安尼，需要付出操练的代价，互咱的武器。会使有够也会开咱的对付对敌魔鬼，帮助咱生命中属灵的声响，会使顺利来起作起来。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最后一段经文，就是18节到20节。18节到20节，咱做伙来读来请。咱伫城墙顶分开真远，恁无论伫倒位听到喇叭的声，就随时自集来阮遐。咱的上帝会为咱交战。上帝呼召常常伊有伊全盘的计划。上帝深深知影咱每一个人的恩赐才能，嘛知影咱每一个人限制咱甲每一个人的软弱。牧师嘛有侪的软弱，所以咱有真侪中职同工，拢咧扶持帮助牧师。咱嘛知影，咱每一个人需要有同伴的扶持。上帝知影呼召咱，你希望伊靠伊家己一个是无法度来起做迄个声响，要有侪的同伴，咱做伙完成上帝交托咱的使命。所以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你的迄段的工程，你迄段的工程，拢非常的重要。上帝国度属灵的声响起做有法度成功无？上重要的是，咱众人需要同心合意啊！当迄个警戒、迄个喇叭声分落去的时阵，当咱听到声的时阵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咱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所在需要有人投入，唔知伫什么所在，宣教部做社区，迄个喇叭分落去的时阵，我才需要志工来帮忙啦。咱即摆社区100外个人，爱需要有志工来帮忙啊。
迄个警戒喇叭的声音嘛，有可能是哪？需要有时间、金钱、才能、温度来投入，咱检采愿意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，将咱的武器准备好，需要帮战的谈判遐去，甲对敌相待。咱来最后为主耶稣牺牲的决心啊！今仔日是大降节第2个主日，回应上帝的呼召，真正是爱牺牲。2000多年前，上帝囝耶稣基督，伊回应天父上帝呼召，都成肉体，成做人来到世间，第一要牺牲天顶的荣华富贵，甲咱人做伙，为了陷入罪恶的咱。若咱亲像耶路撒冷的城墙同款，伊受一个大的沦落，城墙受拆毁，城门火火烧去，甚至耶稣基督最后为咱受钉伫十字架顶来死去。咱看到今仔日妇女团契甲青少团契点着第2支蜡烛。第2支蜡烛代表陪伴甲信心。你听候主耶稣搁来的日，咱检采用信心陪伴好咱家己。什么代志？咱爱一边一手做工，一手啦，也武器来军队主耶稣真正好的真正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就亲像咱等下要吟回应的诗歌，我做基督的军兵，做阮的祈祷甲恳求。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英明，互阮会知得胜。求主赞阮一生遵探主你的命令。求主你施大的权能，看阮无时停。求主你带阮向前，到永远天庭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回应诗，信息第331首，信息第331首。我做基督兵丁，请会众起立。
请坐，奉献，请书献的同工。请起立，手奉献诗。请坐，公道，请掀开周报的内页。第一项，咱感谢主救赎的恩典，经过阮的手所做的工，互阮随时备办属灵的武器，真正好的征战。第二项，为着肢体陈王兰、沈淑慧、陈德明、赖清光、黄仁和、杨若琳、詹若瑜、洪丽凤、林以诺、李雅娜、陈怡君、杨志坚、林春枝、陈昭明、吴以轩、陈婉柔、林子瑜来祈祷。第三项，圣诞节期各部各团契的预备，甲明年的暑假计划的备办甲推展，求主赐下智慧甲合一。第四项，因为台湾有事论导致中日的关系持续发酵，可能会引发的国族对立，求主来怜悯甲掌权。咱同心压头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求你用你的大能来医治阮，医治阮每一个受伤的人，嘛求你的公义会当实现在即个世界上，互所有无公义的代志拢会当来解决。
有时咱头壳真戆，看袂见你所看见的，无法度顺服你的安排的时，嘛求你来看顾阮，毋通来气煞阮，因为阮的目睭看了遮近、遮戆的头壳，求你来赦免阮。求你，予阮会当重新来坚定的来倚靠你，嘛求你帮助阮会当合一的来为圣诞节气的活动来备办。求你的灵，予阮每一个人会当给你的服侍来动工。阮遮嘛要用你教示阮的主祷文，安尼来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。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伫城，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，今仔日，予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日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报告。教会消息：第一项，本主日是待降的第二主日，由琴瑟跟妇女团契代表点燃第二根的预备与信心的蜡烛，当用生命见证主恩，为主预备道路。第二项，12月21圣诞系列的活动安排如下：早上9点半，圣诞赞美礼拜，也是合堂礼拜。将由圣歌队以清唱剧《应许的旅程》颂赞，并述说耶稣基督降生所带给世人的平安与喜乐。礼拜中将举行圣礼典，欲受洗坚信设立会籍者向牧师报名，以利安排相关事宜。下午2点半，圣诞舞会。会由各团契以及社区联合欢庆圣诞，请力邀福音朋友参加。第三，下午5点半开始圣诞晚宴跟摸彩，在马来亚餐厅，欢迎同住家人及福音亲友一同参与。采登记报名，额满截止。登记后自己向干事缴费。占位的话，1个人400，如果还没读国小，1个人200。即日起，欢迎兄姐提供全新摸彩的礼品或礼金，以利同工包装编号或代购。第三项，教会会代订圣诞糕，2种款式，一种叫大方盒，一盒37块。圣诞糕。第二项有圣诞糕是有盐梅口味、绿豆口味、盐雪3种口味，一盒22块。若要订，来甲英英才来登记，到今仔日为止。第四项，教会有备办2026的精美月历，1号有1份，要爱请到柜台登记。第5项，请明年度新任的或是续任的会长，在12月14之前，把明年第1季1到3月的服事排班交予英英。另外会定12月28主日礼拜来进行受职就任。下骹是奉献的明细，若有问题来会计来更正。上映信息第510首，信息第510首，乌鲁天顶的主宰，请会众起立。Oh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帮助甲扶持，互咱伫信仰的过程的中间，咱有一个警醒的心，咱一手要做工，一手要业武器，咱要为主来征战好的征战，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这要请诗班稍等一下，因为拄则我袂记咧报告，有一位惠盲教育学会的季金池老师，季金池老师，咱欢迎伊。咱们会后会到楼骹爱餐共同来教伊，感谢。袂倒必回。